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有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针对非洲地区强调，只要伫15天内甲防疫调查做好势，无出现疫情，就会当较安心。拨现金1万块，11月初5开放网络登记。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政府会加强宣导，防止诈骗。今日光复连假第一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各地山区会落大雨，就要到后礼拜2才会较离。来讲，总统赖清德针对非洲地区这站强调讲，只要伫病毒暗作期15天内甲调查、甲防疫做好势，若无出现疫情，就会当较安心。如果15天之内，就是潜伏期期间没有再有其他的地方爆发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稍微放心。但是后续的检讨工作以及各县市的防疫工作，务必是要持续加强，不可放松。那么境外管制方面呢，也持续要加强，避免呢境外的这个有病毒的猪肉制品再度进到国内来。也敢要禁止用品来饲猪，赖清德表示讲，伊伫咧做行政院长的时，要就各县市开会讨论。大部分的县市是无赞成禁用喷水，若是要完全禁用县市的，就爱来规划喷水要安怎处理，避免管理出问题。也赖清德阁讲，苏当时有讨论到，若要用喷来饲猪，就要甲喷吹煮到90度以上，超过1点钟，安尼病毒才会死。面对这届危机，赖清德希望社会来团结，甲台湾产业的冲击降到上低。好，这个台中的低调验出非洲地区阳性，也检方是团饲猪的一对姓陈的爸囝到案，信后是请回。也针对通报有隐情的问题，台中市府是讲一切都照规定来办理。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去到前进应变所来视察，讲会全力阻挡非洲地区来团开。行政院长杜英泰去台中非洲都市前进应变所时多，也替台中市长罗秀燕加油。杜英泰讲，防疫就是战役，希望用120点钟的黄金时间，做有效的防堵控制。区块围堵的策略跟这个计划是目前首先要做的。结论希望达到的就是阻绝疫情扩散。我们希望这个案件能够是个案，我们要全力的防堵全力的防堵它事态的扩大。最现敢若是非洲都市市都场，最早有几多只猪死亡。这次台中市政府去了解，验过兽医认定暂时无符合典型非洲都市病症，所以无法度强制采检。野猪死亡的数量愈来愈多，20市府加兽医师搁再评估了，认定死亡情形是无正常，所以采样送检，2月验出敢若是感染。就咧讨论讲，是毋是有延误采检，检体送检是毋是有照规定？第一次的话，就是说我们也是用高标准，然后就把它当作是我们一般检体在寄送。第二次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是说因为一个比较紧急，所以我们就是轻送这样。台中市东防处讲，检体伫咧20照规定2遍送检，2月确定结果了，就是启动防疫甲扑杀。一若扑杀了的猪的尸体用台，也互人质疑。农业局强调，一切拢是照规定。台中检方也主动邀请相关单位验伤，也分案调查。先后传讯证人陈姓猪农及其子厘清案情，并至本案养猪场进行勘验。2名证人经检察官讯后，均预知请回。非洲都市病毒是毋是因为国境的管控有漏空，才自境外入来？抑有相关主管机关是毋是有延误通报？相关的责任也该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防止非洲地区团开是继续追查台中的饲猪场，市府是强调讲业者咧记录喷水是拢正常。即马搁咧评估讲，敢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也总统赖清德甲环境部是讲，即马全国咧清运油喷，维持本地的方式，避免讲来增加这个病毒团开的机会。台中5街一间喷再利用饲猪场，2月发生疑似非洲猪瘟，互人质疑是暗卡疫情。4单的多农因后生讲，一开始用药啊控制有效，14先高转台中市动保处采检，验过尾啊死到117只，20就主动通报，并无暗砍。看我能控制降落来无啊？满那啥这逐工有啊？
中央非洲都市理事的前景应变所记者会，台中市环保局讲，这个有问题的赌场因样品的记录显示，都有照规定做过正正常。虽然高雄市因为非洲都市已经宣布每工的喷将会由环保局统一回收，不过环境部讲全国喷的清运方式无改变，也是用对肥甲生物模式处理。我们在5月、7月都有稽查记录，那它传到我们。环保单位有一个网站，就是蒸煮的温度，我看最近一次是94度左右。我们是以优先再利用，包括像作为这个堆肥或者是厌氧消化的一个能源化，或者是用黑水虻来做这一个另外一种生物的处理。伊若是毋是要禁止用喷饲猪？台中市讲，这嘛是照中央的法规，200只以上饲猪场会当用喷煮过了饲猪，以后会搁再做评估。总统赖清德是讲，中央地方应该做伙合作，那强禁止用喷饲猪，病毒可能会拖搁较紧。现在中央在考虑，那台中市政府呢，我们也在这个评估跟研究。如果贸然禁用的话，厨余到处流窜，暴露在自然的环境下。病毒的流窜传播会更容易。也若市都的大关云林关，即马伫第61线西边快速道路，也有关到153线出入道设消毒站。若是进入关内化水车，拢爱停车消毒，而且就要照规定的路线驶，全面防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好，台中低调验到非洲猪只，也伫遐卖掉进前呢，有28只是对猪走拍卖出去，也23只是卖去到台中。这今晚呢是已经拢卖完，有一寡肉片是卖去到高雄，加在是也卖入去市场内底。防疫人员对于大型货运的货车一直伫消毒，因为台中误车好像像非洲猪瘟的案场，有28只猪仔伫检验结果出来进前，都已经拍卖屠宰，其中有30件300公斤卖去高雄。第23下晡，互市政府伫转运站杀落来，肉全部销毁，货车嘛爱彻底消毒，进行货物清点以及相关的这个封存清销的工作，确认这批货。是没有流入我们高雄市的市面。也有部分肉卖200新北，688公斤已经卖468公斤，其他卫生局要求停卖。若是误车案场的猪仔，主要是卖入去台中市，卫生局有清查卖入来的23只，有13只卖予零售肉店，已经全部卖予散客。另外19间肉品代购商卖8只，嘛全部卖完啊。都连外县市买肉做半成品，回销登去台中市，嘛拢卖了了啊。卖回台中市有4家卖过来的半成品呢。目前我们查到也都全部都售完了。农业部讲，一旦进入拍卖场屠宰的猪仔，拢有特位管控，无问题再放入来。所以就算准讲有去感染到的肉，嘛袂有食安的问题。按过全国禁毒、禁运、禁止饲喷5天的政策，才1天，过2天佫延长到15天。农业部是讲这无冲突。5天跟15天其实是不冲突，是一连串的过程。我们依照实际的状况，我们依照我们实际找到的我们的整体的研判来决定要怎么做。农业部解释，15天是一边按作期，5天是观察期。这5天内爱赶紧清查全国除了这个案例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所在完有病毒？若是疫调显示无扩散，就评估禁令提早结束。农业部早起嘛表示，到目前除了确认非洲猪瘟的核酸是阳性，目前是也无分离出病毒。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政府要来派发现金1万块，对11月初5开放网络登记，拢总有5种方式会当领钱，上紧11月12日就会当领到钱，也到明年4月30拢会当领。多元管道，把握领取时间。总统府23暗公告派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是开记者会宣布领的办法。根据公告，领的对象包括国内现有户籍的国民，也有摕到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因若无户籍的国民，也有摕到95外籍配偶，只要有居留许可证就会使领。也有驻外公务员，甲因有蓝国籍的惯属，也有明年4月30进前出世的囡仔。怎么领呢？我们这边比照112年的普发现金6000块钱哦，我们采取了5种方式。首先，第一种方式是登记入账，那这个大家一般民众哦，通通都可以在自己的家里的网页哈去上网
官网登记。11个初五开放登记，上紧11个12入校，比照112年普发现金6000块，有登记入校 ATM 邮局现领直接入校，也有偏乡地区特殊族群注册发放5种无同方式。登记网站已经上线，11个初5到初9按照身份证买流数分流登记，11个初10了就无限定。开始登记的时间是11月5号，然后我们有5天的分流，在11月10号之后，任何尾数的号码、任何身份证字号、统一编号都可以在那时候来登记。这边16家金融机构，总共有8家公股行库，然后有7家民营银行，还有1家是中华邮政。古路花莲光复乡受灾情形，当地邮局将会伫咧拜六加班，方便民众登记领取。司法部也呼吁民众爱任命官方的网站，强调只干这个站无其他的点。政府未主动发电子邮件或者是简讯通知民众登记或者是领钱，一定要提高警觉，唔通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好，针对破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长倒应台表示讲，本现金有3大挑战，也政府会加强宣导，防止诈骗。是2350万的国人荷包，要透过5种领取方式，我们要确认整个个人的资料是正确无误的。那第二个，未来的7个月当中，也要让所有的全体国人或者绝大部分的国人能够领取完成之后，这个任务才算到最后真正的完成。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希望人民跟政府一起来防堵所有诈骗集团的不法诈骗。唯有相信、确认政府的一个管道、一个合法的途径，就是10000.gov.tw 这个网站才是合法的管道。行政院昨暝公布破发现金详细时间甲方式，行政院长倒应台表示，上惊就是出现诈骗，提醒民众就要斟酌甲官方网站认好明。好来讲，中国决议讲要来加强推动两岸关系推进统一，中国敢会对金门利用经济来建立管辖权，这是引起关注。学者分析讲哦，尤其中国想要伫金门、想要伫厦门中间呢来起一个跨海大桥，也明年佮要启用厦门的双安机场，这恐惊会冲击到咱台湾的国家安全，也咱台湾的政府就要坚持主权。中共四中全会23秘书审议通过有关10个国会会的建议，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也毋过社台论述部分，规划建议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路透社报道，台湾关切北京敢是会透过加深甲金门的经济融合，想要建立事实上的管辖权。对于相关的管辖权的问题，我们是非常重视跟在意的啊。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对岸的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金门人支持两岸融合示范区的发展，也支持金厦同城化的共同融合，让金门的经济发展更好。那当然，金门是属于中华民国管辖的，这个当然是毫无疑问。不要想要消灭中华民国，把金门纳入到中共，纳入到第15个5年计划，这是严重的侵犯到中华民国的主权。陆委会肯定陈桥镇的讲法，学者分析。中国最近几年积极推动两岸促进发展，金门马祖因为地理位置倚近中国，正做首要推动对象。尤其中国想要起金厦跨海大桥，甲明年就要启用的厦门双安机场，拢可能冲击咱国国安。中国想要试图去勾勒的一个效应是，希望借由这样变成既成事实。那台湾如果透过自己管辖权的坚持，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可能我们必须采取的策略。学者表示，中国想要透过单方面基础建设，对金门地区造成政治甲经济上的影响，相关政策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也毋过实际作用无大，另外中国也一直透过海警船计划想要形成台海内海化的长手骨管辖概念，对台施加压力。咱个爱坚持主权，避免红色南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刚好80周年，嘛有中国因的代志。中国因要办纪念大会，佮邀请台湾政治人物去影响，就是要抢话语权。也咱政府陆委会强调讲，禁止公职人员参加。台湾刚好80周年特别教会，不过对华有机会邀请台湾政党人士统派组织去中国参加纪念活动，是要爱华台湾。陆委会表示，政府已经命令禁止中央甲地方公职人员参加。他们所邀的这些人士，据我们知道，大概
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老面孔。当然，这背后都有其政治目的。刚好那个馆长也说他要去参加这个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不知道副处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不觉得很重要哦。好，谢谢。中国国台办之一也提名切实专家，大力宣传所谓的共和活动，佮发声欢迎台湾人去对华看卖。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是表示，因为两华制度差别，反对党若是陆委会想要伫微博开笑话，恐惊就无这么简单。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脸书是不准进到中国大陆的啊，但是中国大陆的官方机构却可以运用脸书的平台来做对外宣传啊。那对脸书来讲，会不会觉得被占便宜啊？还是脸书的态度就是以德报怨？伊提醒，并且有书信功能，任何个人配合中央的现象工具，提供资料较正确，可能牵涉国安法、国家情报工作法甲刑法，相当会负7年以上有期徒刑。佮讲习近平和国民党新任党主席邓丽文的贺电内底重点已经不是纠集共识，或者是反对态度，是要求国民党新任主席要共同推进统一大业。那这个是我们非常注意的一点，那也是我们要提醒。朝野各政党的一点，对中共来说，是你要具体的有作为，在推进统一上面。陆委会表示，政府两华政策立场一致，维持现状，认为中央所谓的一中原则、纠集共识、甲一国两制，实际是三位一体对待政策，主要目标伫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推进统一，绝对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记者综合报道。好，今日放高雨连假第一天，也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甲各地山区会来落大雨。也这雨呢，到底落到当时，气象署预估讲，就会到后礼拜二才会较离。北部的雨愈落愈大，光复节3天连假头一天，东北季风真强。气象署也针对这方面，台北、基隆、新北、基南发布大水雨特报。爱到拜六，东北季风才会略减弱，雨开较细，不过雨也是落袂停。那明天的话，下雨的量值跟今天相比有稍微减少。那在基隆、北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地区，明天的话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至于在桃竹苗跟花莲、台东地区，还有南部地区的话，大致上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气象署提醒，到礼拜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北部、华东和南部地区雨水也会变高。这款落大雨的天气，爱到后礼拜2才会开始转好，到时剩山区的落雨，北地就会变做乌阴无雨的天气形态。到周2跟周3的话，水汽会更为的减少，所以周2、周3的话，就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山区，还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有些零星的降雨。也那温度的方面，气象署提醒，霜降过后温度明显降温，早暗温差真大。未来一礼拜全台低温伫咧21度至23度之间，尤其是北部地区可能无到20度。另外，气象署嘛特别提醒，这几日台北、基南和华东山区，因为雨落几若天，土马含水量悬，拢有可能会有土石流的情形，爱民众唔通挖进山区。记者陈阿选、郑俊佑台北报道。也加离婚上市了后呢，是一直有争议哦。国建署本来是讲，这个加离婚的加离期是袂使电视连看图、看相片都袂使，意思就是讲袂使广告。也即马说讲呢，为着要保障消费者知影婚的品牌甲介绍，会当依法来电视加离婚的这个加离期，政策大改变，就引起批评。美商的加热粉进前伫超商贩卖，因为粉的外包装无依法标示尼古丁的含量，去互人要求爱摕落来，引起关心。国建署长沈静芬进前要接受访问表示，加热粉的载具袂使实体录音电视。啊，毋过国建署顶礼拜所发布行政解说函，以保障消费者知影粉的品牌介绍的理由，当然会当依法必要电视，互反粉团体批评是政策大动员。世界卫生组织强调，电子烟跟加热烟这些新型烟品是烟草公司让下一代年轻人继续抽烟的最主要的武器。我们很遗憾的，国民健康署配合修订，让他们可以上架展示。那当时基金会不反，批评加热粉都是予少年人食调的新款粉，都是无应该电视。家长团体嘛烦恼囡仔会因为真介意真水外观煞食调的。大辣辣的秀出来，哇，那个载具很漂亮，很美观，
那你小朋友一进去超商一看到的时候，他马上觉得，这什么东西啊？是如何？他不把它当烟品，他把它当成好玩的玩具，他想办法要去把它什么买到。那他是不是就刻意的宣传？为了公共卫生并保护儿童少年，环保团体认为，分害防治法明确规定，任何分品、加热粉载具，拢袂使用任何形式做广告还是宣传，才会持续向卫福部检举，要求政府爱处理，嘛强烈呼吁分享通路爱自律，莫阁挑战法律的底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花莲马太安溪邦山湖的灾情，国土署甲89号灾民开会讨论讲，这个临时住所要安怎来处理。不过有灾民讲哦，真侪人因的徛家厝受损是真严重，无法度来带人，却无伫这89号的名单内底。咱即马就连线互台语台记者郭碧君甲林坤明来看现场的情形。花莲马太安溪邦山湖灾情到达已经超过1个月，即马也开始讨论中介厝的问题。记者即马伫咧国土署的中介处议定地之一，也就是大屯光复居宿舍。昨国土署是参89号中介需要1年以上的同在户开说明会，讨论第一阶段中介处的计划。但是咱是访问到无伫这89号名单内底，但是徛家同款受损严重，甲无法度大，即马移亲的灾民也有参加昨的说明会，咱来听伊的看法。很多人他们家里没办法住，可是他们没有地方住，他们还是睡在家里。他们虽然没有淹那么高，可是他们也不会说被淹的程度没有说很小，也是蛮严重的。他们有时候连家里的门啊、窗户啊、里面的格局啊都有被冲坏，已经属于完全不能居住的。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被编列在中居屋这个部分？目前官方统计89号同在户当中有40户有意愿住中介厝，但是张先是就指出，有真侪户也受损严重，需要中介厝，但是无列入名单，这个需要政府继续评估。因为中介厝预定地的部分，目前按算会征收大屯光复居宿舍，这只需要重新整项就会使住，会规划11户。因为大进国小东边的空地会用组合厝的方式规划30户。目前按算这41户的中介厝会伫12月开始陆续完成，会伫灾民中建家园完成进前，也是找到新的永居厝进前有一个暂时通大的所在。以上是公视台记者郭碧君、林坤明伫花莲光复乡的连线报道。好，感谢碧君所提供的消息。咱继续来看讲，让24档新台票抓票决定免换新的，也这回改版会互公民来参与，也更加这部分呢会继续用免换新。已经用24年的5种新台票要改版，两银行表示适时升级防柜功能，要用更加先进安全防柜特点，而且参考国际之间的发展趋势，用更加宽背原物料。人家数量这改版效益无悬，这摆无地一改版。一张3.5增加到1.5的话，大概是增加40%左右啦。总共花多少钱？现在都还没办法评估嘛。200跟2000年，这个流通率这么低，你们还会想要考虑再印制？各国家的那个纸钞2的流通率都不高。对。不过，但是呢，2它是一个搭配啦。用行业照定书设定组成委员会，邀请生态科技、体育等各领域专家，也来自公民参加记者。有平台关心这面动向是南方国小小棒选手，后边是梅花鹿的500块，是不是该设计？用尽量正是因为梅花鹿保育意义已经转变，会决定设计主题。如果说要换的话，那当然，对于过去的南网国小来说，当然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可是这个是属于政策性的部分。受众业者表示，新台票的设计比世界各国较无变化，使用率较悬的100块，目前是国辅导上。即卖前一版本是民国61年发行的绿色100块，同款也是国辅导上，对该版真期待。收藏它钞票的面值以外，知道它国家的历史或建筑物或什么人物的话，如果我们也有一张这种钞票，让人家辨识度很高，然后又非常欣赏、喜欢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耀。新台票改版历史为38年开始，迄时阵详细名也是国家是伫咧。为49年开始改版做换的，加入历史的伫咧这张100块，因为头上周边有彩色图案，被叫做大花，享受受众家的欢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去韩国参加 APEC。
10月30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见面，也川普讲有可能会讲到咱台湾，也咱驻美代表处表示会甲美国保持沟通。美国白宫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30早起将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南韩举行川习会，这是川普第2任期第一遍甲习近平面对面会谈。拄好美中关系战，川普讲，反弹年将会是上优先讨论的问题。We have some big issues like with the farmers and various other things, but the first question I'm going to be asking him about is fentanyl,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at the end of next week because I'll be meeting next week, as you know, along with we're stopping in Malaysia, we're stopping in South Korea, we're stopping in Japan. I'm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actually in South Korea. 川普进前讲，会中应该讲到台湾的代志。外界认为，川普可能为着要甲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甲台湾摕来做谈判的条件。咱驻美国代表处讲，会甲美国相关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咱代表有代理北讲，看袂出来台湾会互人摕来做交易。Communications,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s very fluid, it's very close, it's very open.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 we are doing what we can to prop up our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It's too much trouble for Xi Jinping to try to attack Taiwan by force. 有代理讲，咱国继续甲印太地区伙伴合作，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协助习近平侵台。因那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人，讲会维持以前的立場，繼續加強台日交流。台湾は我が国にとって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來を有する極めて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であります。外交部長林佳龍對此表示高度的肯定甲歡迎，強調會繼續推動台日關係的發展。記者綜合報道。美國 NBA 職業籃球聯賽爆出跋筊拍假球的買帶，有超過30人互抓起來，好球季才拄開始拍得出這個代誌。新馬聯盟已經甲涉案的球員甲教練停職配合調查。面对记者提問無講話，美國職籃 NBA 拓荒者隊總教練比拉普斯出庭了後，佇律師陪同行出法院。邁阿密熱火隊後衛羅齊爾佇客場出賽進前，也佇奧蘭多的飯店互抓，因為涉及一件甲歐邦相關的非法博繳案。This is an illegal gambling operation and sports rigging operation that spanned the course of years. The FBI led a coordinated takedown across 11 states. To arrest over 30 individuals today responsible for this case, which is very much ongoing. 聯邦調查局長親自說明，有幾名 NBA 現役甲退休球員涉嫌達到幾年的非法博繳活動，其中名人堂球星比拉普斯以伊的名氣吸引顧客算客一網，佢利用電工透視動繳。熱火隊後衛羅齊爾涉嫌協助鎖定投注算的人操控比賽，2023年這場比賽，伊一個人就場9分外鐘都受傷落場，互懷疑來控制伊的比賽數據。The non-public information included when specific players would be sitting out future games or when they would pull themselves out early for purported injuries or illnesses. They relied on corrupt individuals, including Jones and Rozier. They also misused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long-standing friendships that they had with NBA players and coaches. 羅齊爾律師好認指控強調，伊的當事人唔捌加受傷，也是向任何人透露這件代誌。學者指出，最近幾年北美四大這個運動已經有幾名球員因為跋筊防處罰，這件案件也為拄啊開幕的新球季打上烏影。That ensnared in all of this sports betting are active athletes and to an extent coaches with their unique and inside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leveraged by bettors, some with ties to organized crime. That has all happened, and I guess my answer to you is I'm a little surprised we haven't seen this before. 兩會起訴書下佇布蘭克林、奧蘭多甲波特蘭等地繼續偵審。司法部講調查有關的擴大 NBA 發聲明強調，比賽公信力至上，已經將兩個人停職，佮全力配合調查。專家講，所有的聯盟強調愛強化內部規範，加強教育，特別是針對內部自行控管。公司新聞第為您編譯。看到英國因的國王去梵蒂岡國事訪問佇西斯丁教堂，甲教宗24世做會祈禱。英國聖公會大主教是同齊主持儀式，也這個是自1534年，英格蘭國王甲教廷拍歹關係500年以來，兩個教會唔捌看場面。Good morning.
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23透早来到梵蒂冈宗座大楼，和教宗做私人会谈。了后，我去圣佐国务院和圣佐国务卿帕洛林书记会谈，讨论保护环境和对抗散车等共同关心的议题。中昼，查理斯和教宗做伙伫西斯廷教堂点开以拉丁语甲英语进行的大公祈祷。英国圣公会约克大主教瓜迪瑞尼马迪祭台头前共同主持仪式，赞美诗祈祷文，特别选用对双方有代表性意义的版本，来凸显融合的精神。这是1534年都督王朝第2任英格兰国王亨利8世，为着语言的问题和教廷分裂，自奉是国教领袖了后，英国的君王头一届和教宗共同公开祈祷。此时拄好是安德鲁王子的性丑闻风波再起，红色那臭头鬼啊咧，互外界认为这是个转移焦点。It's a difficult time, though, for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They are coping with the ongoing fallout of the Epstein sex scandal and Prince Andrew's ties to the convicted sex offender. It's also a difficult moment for the Anglican Communion at large. It is threatened with schism over the appointment of the first ever woman as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查理斯东港国去上外圣保罗大殿接受皇家兄弟会会员的头衔，还有送伊的专属宝座，予伊和未来的英国君王使用。了后，佫伫大殿前的大厅接见英国大使，和伫教堂工作的英国人亲切交谈。另外，佫为一场纪念伊来拜访的甘蔗斋做纪念性的斋证仪式。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泰国缅甸边境的诈骗集团是真猖獗哦！缅甸军方去抄 KK 园区，发现讲哦，应用马斯克伊的公司 SpaceX 的卫星通信星链来做诈骗。也即马 SpaceX 已经切断园区附近的服务。网去会当看到缅甸上大诈骗集团据点之一 KK 园区的建筑厝顶，有画少好亲像星链卫星天线。缅甸军方20日大规模围抄 KK 园区了后，释放2000多人，有不少人走去北平，有的人用行的，有的骑奥多摆，还有人坐伫火车顶逃走。除了释放互人拐去园区的人，缅甸军方阁没收30套星链网络终端设备，证明长期以来有人一直提出警告，表示星链技术互中国来犯罪集团伫咧乱用。尾啊 ，SpaceX 公司星链业务营运副总裁德雷尔伫社群平台 X 大文表示，缅甸好亲像诈骗园区附近，主动清测超过2500组星链装置，已经中断服务。外媒报道，泰国缅甸边境有30外个诈骗集团伫营运，拐骗全球各地来的人伫做诈骗活动。南韩国家情报院日就提出一份报告指出，柬埔寨差不多有20万个诈骗人员。估计有差不多1000至2000个韩国人，因为安尼卷入柬埔寨境内的诈骗，也甲犯罪园区的活动。 최근 2년간 굉장히 급증해온 상황입니다. 그래서 저희가 조치를 하는 그런 내용들이 그 속도를 사실 조금 못 따라가고 있는 부분이 있습니다. 하지만 저희 중요한 것은 이러한 조치들을 계속 함으로써 네. 今年就有一个南韩大学生伫柬埔寨去互犯罪集团虐待杀害，引起南韩人强烈抗议。为2023至2025年8月，差不多有550人互人拐骗、绑票去柬埔寨，其中450人已经救到回来，不过还佫有100人下落不明，互当局提出旅游警戒。 그리고 지금 그 여행 정보 제도 같은 경우에는 현재로는 지금 주요 스케이트보드 단지에서 여행이 유치가 되고 있고 이제 나머지 지역 그러니까 이제 프놈펜이나 시아누피 같은 경우가 지금 아직 특별 여행 경계 그리고 출국 공고라고 되어 있는데. 国情院表示，柬埔寨全国差不多有50个诈团园区，部分园区佫设伫经济特区，也是由非政府武装团体控制的区域，互柬国政府佫较歹处理。这个犯罪集团当年获利差不多125亿美金，也就是代票5800亿，相当是柬埔寨2023年国内生产总额的一半。所以这原来是当地袂使疏忽的乌色经济体。公视新闻陈思彤编译。 回转来到咱台湾，即马哦，猪啊是袂使杀、袂使运送，用猪肉做食业者就讲哦，禁令若5天库存是要有法度来动，要禁超过2礼拜才会受影响。遐人喺这边呢，因为菜市啊地点无做生意，因是改买鸡肉、鱼肉、别项肉来代替。大一点，小一点。
金烟的慢慢拄卡，便看到就要流嘴汗。休困日的屏东慢慢向拄卡过，人是叉。非洲拄这禁毒5天，业者讲唔惊量少的问题。偶发事件，它不是全台在蔓延的，所以也不需要有那个多余的那个顾虑。这政府有咧管制啦，这可能进行动起来。业者普遍拢有囤2礼拜以上的库存，禁毒超过14天才会有影响。中华这间烤肉饭伫连假头一天透早就一堆人咧排队，业者讲库存会当冻5天，过来就要关店休困咯。这个问题有延烧下去的话，可能禁杀的时间更长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在怎么样？可能我们就会在配合政府的那个禁杀的状况，然后可能必须要点球。传统市场是感受到消费者的习惯有改变。24早起，高雄大陆市场的肉店拢休困，消费者改买鱼、鸡等其他肉品。有鸡肉反而发现规只鸡变较有销，总共10几只卖甲剩2只。平常就有固定的量在这里，对，是今天真的有特别人比较多，对，所以就会比较早卖完这样子。人比较多是指来买鸡肉？对，来买鸡肉的就比较多。有车是差不多有2成3成。牛肉啦，鸡肉啊，不然呢，羊肉也可以啊。因应非洲拄这禁毒，真侪人改买其他的肉品，不过嘛认为禁毒敢若5天，总共需要补充肉品，嘛是还有其他的肉通好买，一般认为影响无大。记者综合报道。也可能有问题的猪仔3只要去到中华市场场是真烦恼，惊讲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病毒来摊开。都有农民建议政府市场场若是主动通报讲有异常，应该要有奖励的措施，安尼防疫工作大家才会愈配合。台中标出市场场验出非洲猪只阳性，这场市场场嘛有3只猪仔未来中华。消息一出来，互中华的市场场真烦恼。到市场40多天的农民表示，车猪运输的过程才有可能互病毒摊开，都惊疫情会搁再扩大。今日猪仔车，这场走去迄场，走去迄场，安尼就会扩散。车去我这这样车10天啊，搁去肉品市场吞1礼拜啊。拢总无扩散出去，机会足少。我上烦恼是卖大发会扩散啦。中华管府表示，第一时间接到通报，就针对市场场顶相关场所进行管制消毒，加强市场场的生物安全防疫宣导。但是，中华县市场数量排全台湾第3，是市场的大县之一。要安怎避免非洲猪只摊开？有市场场建议政府主动通报异常的市场场要有奖励机制。嘛有农民表示，即阵确实配合疫调上要紧。动防所这边就针对我们的肉品市场、我们的屠宰场，我们就马上消毒，然后包括我们那个运那个病死肢的车都马上消毒。基本上你只要整个来源，它的流向，只要这个剧组它有很诚实的说，一定要交代清楚，不要去有任何的隐匿的话，那基本上应该可以把它追溯，把它追查出来，应该都比较没有问题的。养猪户发现讲家己猪有问题，自动通报，应该要有奖励，安尼大家自动通报，提早通报，非洲猪的扩散的几率就会比较少。中华管府表示，县内已经启动即时通报加监测机制，嘛监督市场场落实门禁管制、消毒等工作，加强猪肉产品的稽查。管府嘛呼吁，若是市场场的猪仔有各样死亡，一定要随主动通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咱讲新的公园，就是用猪肉来做，也只业者呢是加强管理食材，就是唔敢带意见有这个猪只。也因为即卖禁止用喷饲猪，所以新竹市环保局拜托厂商，逐工喷水处理量爱来提悬。猪肉经过机器哪搅哪糊，一粒一粒的贡丸就完成啊！佮用推啊豆豆啊拍，手工炼出来的贡丸。用猪肉做原料的新竹贡丸，业者讲拢是用冷冻猪肉做的。政府禁止台猪的这5天，袂去影响因生产，邀请原料厂商加强食材管理。不过这段时间也是烦恼，会影响贡丸的销量。因为我们做贡丸的业者都是使用冷冻猪肉在使用在制作，然后短期因为农委会公告的说这5天禁运禁宰，对我们来讲是目前是没有什么影响性的。不过也是希望说尽快能够把这些事情给
解决，才能够解除大家国人的疑虑。这样。除了加强管理猪肉来源，新北市伫处理油喷这部分，康不局也拜托厂商，也甲原底1月里处理300吨油喷，伫禁止用喷起地的这段时间，提悬到450吨。机关协要那个团扇的部分，过去是由养猪户来去收集，那这边我们环保局就委外厂商来协助收益，会进到我目前的处理厂来。目前我们的设计处理量大概就是1个月300吨的部分的处理。那因为我们这是非洲猪瘟的状况，我们可能要加班，把量能提高，最高可能到450吨。康不局指出，新北市目前1月里油喷的数量大约会产生800吨，扣掉厂商处理了后，剩的350吨会进行掩埋，也是送焚化炉烧掉。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大家尽量把饭菜食完，减少防疫期间的油喷问题。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亚南岛一个关注民族的园区今日开幕，刷当到国内那像有一个非洲 DJ， 也明仔载呢，伊要办航卖活动，会甲猪肉拢换掉。无法度行大猪，只好改行羊肉。南投县原治亚园区巴布乐园拜5开幕，内底原住民餐厅是由一顶摕着行猪认证的师傅咧经营，要互游客食到上传统的原住民行猪料理。想袂到国内传出非洲 DJ， 开幕改行羊，互大家感觉有淡薄仔可惜。未来在原民处这边，再给我们多一点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去上这个考全养或者是考俄语的课程，那让我们有更多的技能。可以烤鸡啊，可以烤羊啊。相对的，我们有一些流水的部分啊，菜类啊，猪肉部分可能这几天还会先略过，因为毕竟平常也蛮常吃猪肉的，那就换一种肉来吃，其实也不错。南投县政府表示，部落的行猪师傅除了行大猪，也会晓行鸡、鸭、鱼这食材，而且拢是摕到行猪认证的师傅，也经过原住民料理、板豆总铺师训练，面对 DJ 因也是真有竞争力。我们的烤猪职人平常就有代烤的一个服务哈，其实我们在今年也有培训我们的烤猪职人，有第2个专长哈，就是我们原风流水席中破塞的一个训练。未来因应疫情或是相关的一个冲击的时候，我们的烤猪职人必须有更多的一个技能。南投县府也表示，拜六原本要伫园区办青人行大猪活动，但是因为DJ事件影响，也会改做行肉活动，改行羊肉、鸡肉这食材。记者邢品仪南投报道。青岛顶有到高团，林保署就统计讲全国已经掠40多万只亚南部地区上济，即马烦恼讲青岛顶会拖去到北部去。也台东呢，就讲最近有伫公园掠到一只大豆丁，规个台东今年到冬已经掠100多只，野外可能阁有族群。就呼吁民众讲，若看到青岛顶，爱紧通报，莫家己掠，较袂着伤。台东县政府委托的外来正义队团队，伫台东市森林公园水沟草坡内面发现青豆丁，上传了下巴水枪，甲这只连尾流总共超过1公尺的港的青豆丁掠起来。林保署统计，全国自1806年到即马，已经掠到40多万只，南部地区上多。不过，专家担心青豆丁的族群会向北边传开。台东县今年到即马已经掠到100多只。虽然这边阁发现到，不过研判因的族群数量也阁伫咧一旦控制范围内。经过那个生态团队他们的评估，目前是还没有比如说很扩大的一个族群。县府也担心，伫咧野外可能也有青豆丁，只是无发现，因为因会食农作物造成农民的损失，所以民众若发现时阵就要赶紧通报，唔通家己掠，因为可能会加受伤，上好交互专业的来处理。它不是那种肉食性很大的犬牙，但是是整排像锯子一样的牙齿。因为它是吃素的，它为了撕裂那个切断那个叶片纤维啊。县府讲，若民众不有登记饲青豆丁，爱家己加强管理，唔通随便甲伊放杀，避免因的族群传开。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家己中部有农民甲园的所有槟榔树拢撤掉，该种土地树种300多丛，也结合专家经验，利用有新的种植来增加产量。向来参访的校园小概无共方式种出来土地籽。家己县中部乡土地有产销班的农民区远期，甲槟榔园改种土地树，
经过适当的改良甲友善的种植，产量是翻几啊倍。2022年那一年应该算是没产量，因为我接收过来以后，我就废槟榔嘛，槟榔废园，然后从第1年开始采收100公斤，去年300。今年应该最少有600公斤以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采了500多。啊，你剪的话都差不多负担的拄好先会较厉。啊，像那果子啊嘛是要收果到尾也较厉，讲求伊品质，不讲求伊量。土地铺地壳摕来做肥料，巷仔内嘛无炭草保持土白的水分。采收了后的土地树，搁用一台肥来照顾。这6.7分地的土地树园，为进前进分1档3万的租金收入，即马变做有100万的产值。用叶片施肥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把易肥自己发酵，所以我们喷洒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人体都没有害处。一块营养液吼，啊，佮一块有机的栽培吼，安尼看起来我感觉这成长嘛拢真好。嘉义县中埔乡除了是国内土地油的产区之一，嘛是台湾主要的槟榔产区。区湾期为家己对健康的需求开始，用心栽培好的土地，佮研发多元的产品，希望为在地农业发展甲槟榔转型，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昨深港有真侪甲深港有关系台语俗谚，有人看汉字煞无煞煞，也若是用台语来读，无得考虑了解其中意涵。鼓励大家学台语、写台语来考台语认证。拜四是历史节开中的深港，和深港有关系台语俗谚袂少。这3句俗谚的意思，第一句是一年补烫烫，不如补深港。意思就是伫咧秋天转寒人的这个节气是上适合补身体的日子。深港风台走去长，伫咧深港过后，基本上就无风台啊。深港出无济，空牛犁，意思就是伫咧深港即天稻啊，若是生无济，代表今年的收成就无好。有人也互即寡台语俗谚的意思考倒，是啥物意思？敢看有大概？啊？敢看有这字啥物意思？一年要补好补啦哈，啊，不如哈，意思拢歹补啦。毋过也有人真厉害，三题拢考伊袂倒。因为深港寒，风台就无啊。啊，这个咧？一年补烫烫啊，可能寒来补较会顾着身体的款。正确。这个台语俗谚写台语正字，有人看有人无啥物熟悉。教育部也鼓励大家会当去考台湾台语认证。每年3月初7、初8就要考试啊。伫咧10月23已经开放报名。教育部也表示，每年的 ABC 种的考试卷，拢要全面改做电脑考试。若是6岁以下的囡仔，还是65岁以上的长辈，民国无法度全程使用电脑操作，会当伫报名的时阵，申请特殊的服务，就会当安排甲伊纸笔的测验方式。另外，教育部也讲，对明年115年开始，也会全面改做电子证书，呼吁民众会当来考看卖啊，看家己的台语程度。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国家也是听中心对2008年开始做所谓修复高达17档项目，已经甲8部影片修复好势，甲7000多部的影片数位化。也中心表示讲，希望透过这个修复甲保存，让民众了解影视遗产的重要性。小丑与天鹅，1985年朱延平导演的作品。这出电影是1985年拍的《小丑和天鹅》，是演员靠袂了的遗作，嘛是国家影视厅中心修复的片之一。中心到113年已经修复101部影片。董事长讲，有修复的台语片，有一出张帝和杨丽花主演的《张帝找阿珠》。另外，中心阁有完成7000多部影片的数位化，这寡修复的影片也通做未来创作的参考。那胶卷它拍摄的时候，它的保存有它的一个难度，因为它会酸化，那久而久之就变糊化了，变硬块了，所以这些必须要用跟时间赛跑，然后用这个数位化的方式啊，先把它数位化，那再来做一格一格的这样的修补啊，才能够保存。国家影视厅中心嘛，鼓励民间甲文物馆出来，同齐来推动影音文化资产的典藏和修复。过来日期就是世界影音遗产日，中心伫咧23举办年度修复成果发表，其中要演过看海日子女主角着小芬，嘛甲过去得到的奖，也甲为演出的第一出电影《上海社会档案》的海报和相片等等关乎中心。伊讲由国家来保存，伊感觉真有意义。捐赠内部整个的剧照，还有剧照本2本。
然后这个是用生命血肉之躯，真的跟那个整个角色去，真的是灵魂的打造，真的是很刻骨铭心，所以我觉得很珍贵。我不容许它有任何的腐化或者是氧化。中心表示，因有甲影音平台 Netflix 合作，希望这寡修复的作品通互更较侪人看到。也若今年世界影音卫生日的系列活动，中心所内也有规划放电影、看修复片和讲座车等等，希望互民众更较了解典藏保存和数位修复的重要性。记者陈心东、谢桂玲新北报道。AM 台南家宝山是了也做哩要来办亚节，感谢祖灵也本地是要来传迪亚来拜，所受到非洲地这迪亚禁令影响。所以这回呢，第一摆改用米糕切来捏迪亚形代替真正的。白糖爱伫糕甲变金黄色，3个倒入去已经炊好的糯米来，所来大概3个人做伙搅真侪解，放好凉，才有法度做成底的形。看起来敢若简单做，毋过爱真侪幼路爱注意，才会当甲一只米糕底做好。这个米糕底就是24暗时东山结贝酸西拉芽祭典要使用的底啊。虽然米糕底是临时赶做的，毋过会当为文化出力，嘛是尽力来做。尤其因的业绩嘛是有百外当的历史啊，吼，啊，到阮米糕切嘛是有百外当的历史啊，所以讲吼，还是交这个机会，讲100年的文化哈，两边吼做一个结合，哦，所以讲这款嘛是加一个足特殊的一款情形啦，吼。猪仔一直拢是希腊雅族重要的制品，毋过因为猪这禁运禁毒令的影响，本来准备的猪仔无法度用。拜祭的仪式把变做难题，后来再透过市政府文化局协调，临时找到东山师傅斗3工，赶做3只米糕底，让祭典顺利进行。活动呢会当继续用落去安尼，真感谢安尼。禁止多在，所以我嘛无法度啊，所以我只有是变通方式，改用其他方式来拜祭啊，希望说明年会用个延续100年来的传统。猪这禁令虽然带来挑战，嘛凸显吉贝酸部落守法文化的韧性甲智慧。这场跨界合作，会当讲是一场无形文化资产的支援行动。台南市政府表示，会甲部落斗3工，共度疫情的难关，守护这项珍贵的文化传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墨西哥有一种伫幽症号做690，伊有再生的能力，阁袂着癌，对医学研究真有价值。毋过690采用是愈来愈少，科学家都想办法伫因的身躯入镜片，要对踪保护。墨西哥特有的690是生甲真特别，多边正边3支羽毛形的外齿，大大的表情看起来真古锥。因规世人拢维持囡仔型，就算已经成年，看起来嘛是敢若细汉的时阵的型，红叫做是幼态延续。因阁有超强的再生能力，就算是手骨、尾瘤还是器官损毁，拢会当再生。阁对癌症有免疫力，对人类抗老和再生医疗的研究是真有价值。690主要是生长伫墨西哥的帕兹卡罗湖，但是面对真大的生存危机，野生族群可能敢若剩150只尔尔。专家即马嘛在测试一种伫因的体内吸入微型晶片的方法，希望更加深入了解而且保护这个珍贵的物种。You know, they can regrow their arms. They can regrow. You know, they've got a very unique biology. So we were thinking, well, if we chip them, is it not just going to push it back out its skin, or almost like the body reacts like a healing process maybe? So we had to validate it by marking them. 研究团队当中摕80只690吸入晶片，一寡伫英国切斯特动物园来进行，其他伫墨西哥，包括一阵由修理来照护的群体，经过4个月的观察，科学家确认晶片固定甲真好，对动物的健康无长期的影响。即马要用这个技术来追踪野生的690，了解因伫湖内面活动的范围敢有大，生存状况和寿命等关键问题。You might find that there's a focal area of salamanders within the lake, and that can inform where to focus conservation and efforts for surveying the species. It can also help answer how long they live. 科学家表示讲，690是面对多重的生存威胁，包括过去掠因掠甲伤过度，含外来种的鲤鱼，甲690的卵食掉，破坏生长的食物，含湖的污染等等。目前第一个工作就是扩大现有族群的规模，试讲伫其他的所在定放养，有可能需要5年到7年才会当知影这帕兹卡罗湖会当互偌济690来生存。这项研究结果最近已经刊伫动物园和水族馆研究期刊内面。
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观众朋友，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2度至25度，中部地区24度至30度，南部地区27度至31度，南部这边22度至28度。外岛地区21度至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